挖到地下水层，水都一直冒出来，好像钻井。一管是水，一管是气，两条管，一管注水，一管注气。那用旋转钻针，用旋转的钻地，着电。你看钻到地下水层。钻到地下水层啊，水都可以冒出来了。钻了2条管那么深呢，钻了大概快2层楼那么深了。那个线要做什么计划？第3根管。12条。